聖經是生命的書。什麼是生命？生命不是 bios， 不是肉身的生命。生命也不是 search， 不是魂的生命如心思、情感、意志。真正的生命，乃是神自己流出來，作人的內容。這在希臘文裏稱為 zoe， 指神那非受造、永遠的生命。父是生命的源頭，子是生命的顯出，靈是生命的進入，將神分賜到我們靈裏。生命像一棵樹，在我們裏面生長、蔓延。這生命要從我們的靈擴展到我們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。我們若憑這生命活着，我們就經歷神的救恩。這生命的長大，最終產生並建造基督的身體，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。願這所以的生命充滿你，阿們。